從今日開始，我哋嘅文娛廣場呢將會推出一個全新嘅環節，就叫做娛樂雙妹嘜。而我哋兩個可愛嘅娛記欣妍同埋黃婷呢，將會每日搜索最新嘅娛樂動態，同大家報道嘅。咁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，下邊即刻交俾兩位白妹。娛樂雙妹嘜，八卦我哋追得。原來呢做件大件事啊！咩咁大件事啊？唉，咪陳慧嫻嫻姐要重出江湖咯！嚇，咁都算大件事？梗係啦，陳慧嫻嫻姐不嬲地衣食無憂，過住富家女嘅生活噶嘛，咁點解無啦啦係拋後台露面呢？莫非係因為感情問題？夠醒目啦，因為佢同佢相你5年嘅男朋友訂煲啦！嚇，嗰個花生大蘿蔔一早應該飛咗去啦！咁啊係嘅，唔好為咗一棵小草而放棄成片森林啊嘛！亦絕不可使我，亦絕不可使我。更欣賞，因今宵的我可共你唱。喺歌唱事業一路高唱愛歌嘅陳慧嫻心中，永遠都係愛情第一，事業第二。其醫生男朋友有多次傳出桃色嘅新聞，但係慧嫻忍字當頭，一於採取寬容政策。最近慧嫻終於都忍無可忍啦，最終都選擇咗結束呢一段戀情。而為咗安撫傷口，慧嫻選擇咗重出江湖。我就同我男朋友分咗手，咁我覺得最重要係有呢一段嘅空間咯。我想俾自己一段空間，我克服到一個寂寞嘅時候。適逢琴日就係慧嫻嘅生日，有好多忠實嘅 fans 都送咗蛋糕、公仔嚟到祝賀，讓眉頭深鎖嘅慧嫻倍感溫馨。慧嫻講佢預備明年年初會喺香港紅館舉辦復出後嘅大型個人演唱會，而目前呢就要全力以赴做好喺高明嘅群星演唱會啦。嗱，慧嫻